回答這評定黃金芬甲一寡供應鏈廠商的大頭找來做伙食飯了後，今台股呢就起1096點，收佇44732點，擱再創歷史新高咯。另外，主計總處今仔日也公布115年頭一季經濟成長率，達到14.55%，預估規年的經濟成長率也對2月預測的7.71%升到9.64%，將有可能會來創這16年的新高。不過，國發會也提醒講，高基期也個全球通貨膨脹壓力，美國關稅無確定性等三大因素，這就是後半年的挑戰。回答執行長黃金芬來台灣前一天調完現點會，各加上美停會協議初步共識，二度優待美股，而到台股盤中挖衝到44933點，雖然起勢有較少，暗過依然起破1000點，最後收佇44732點，創歷史新高，成交量也創新高，到驚人1.8兆。寬達股台積電股價盤中創新高，目徛到2375塊，最後收盤也創高到2355塊。期待高達61條，另外包含鴻海、飛燕、廣達、英業達等電子間老牌 AI 股，也攏全部起前鋒。外需的部分，那些 AI 的需求超乎預期，所以最主要就是我們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000多億。台股大起的背後，就是科技業獲利的基本面的支持。主計總處日前公布115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上修到14.55%，創48年來上高。樂觀預估今年出口金額無排除達到8945億美金，全年經濟成長率為2月預測的7.71%，升到9.64%，有可能創16年來新高。AI 的應用才剛開始，那我們也看好在這個 Agentic AI。中長期帶來了各種從 Edge AI 到計算這種成長的機會。近一間科技大公司公布看好 AI 前景，暗過一被國發會提醒，高基期全球通膨壓力、美國關稅不確定性等三大因素，會加做下半年主要變數，下半年無排除有可能降溫。最主要是擔心通膨高了之後可能會升息，那你可能廠商在籌資的時候，它的成本比較高，後面的這個廠商它的一些利潤啊什麼的可能會受到影響。那除此之外的話，我會認為說，如果通膨是在符合預期的一個情況，即便它是有上揚的一個情形，我會覺得在各國的政策都有一些應對的方式。學者分析通膨帶來生理性隱憂，那貨幣政策素案可能造成相關 AI 廠商投資困難延前，暗過各國攏應對通膨的措施，再加上11月美國期中選舉甲台灣9合1選舉，相關單位一定會推出力度，確保經濟秩序，整體影響機會維持在應控制範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